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定定听人讲好打莫走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就是打。读做打，这是病音。打就是咱人体内脏这个内脏之一，也就是碗肝附近。打食小可黄花青青，气味真苦，会当用来帮助消化。另外，打的正头像咱讲打结石，因为古早人认为讲打关勇气，所以这个打嘛有勇气的意思。像咱讲有打无打好打，啊那这个文音大家可能较罕咧听，这个读做胆，真趣味的就是讲有勇气，咱讲有胆量。啊若是较无胆，咱就变做胆，变做会惊的意思。像讲我心肝内小可胆，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打头，代表讲有胆量、有勇气，像咱讲打头正在。第二个词读做胆，变做是小可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两个人个性天差较地，小少去爬山，一个人打头正在，一直扛起哩；另外一个人心肝头胆，一步一步斗啊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打，这是病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胆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